英国甲摩里西斯针对着查戈斯军队的主权拍官司争要几啊冬，落尾是英国宣布要放弃主权，将查戈斯军岛交予摩里西斯。不过其中有美军的基地上大迄粒岛，要继续提供予英国甲美国来使用。因为当时因为要起这个基地，互人强制撤离的上千位居民，嘛会当搁倒转去因的家乡。经过13轮谈判，英国甲摩里西斯初三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查戈斯群岛主权争议达成协议。英国放弃这个印度洋群岛主权，移交予摩里西斯。不过有美军基地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上大岛屿，会继续予英国甲美国使用。互人强制撤离的岛民有权重回家园。英国当年会对摩里西斯提供财力资源甲租金，通确保99年的军事基地使用权。Il n'est pas si facile du tout. Moi, fier et ému, qui nous fait réussir dans nos combats, qui pour rester gravé dans l'histoire. Nous fin arrive à un accord qui pour déboucher sur un traité entre nos deux pays. 英国伫1810年的拿破仑战争为法国的手头摕到摩里西斯，1965年甲查戈斯群岛为摩里西斯分割出来，成立英属印度洋领地。1966年，英国甲查戈斯群岛的最大岛屿伫伊的戈加西亚岛，遭予美国兴建军事基地，佮强迫1000外岛民撤离。1968年，摩里西斯独立了后，讲独立是挂让查戈斯群岛所换来，互人撤离的岛民甲摩里西斯政府伫英国法院甲国际法院进行少年线的司法诉讼。2019年，国际法院裁定英国应该要放弃查戈斯群岛的控制权，强制撤离的岛民嘛是属有不法的行为。联合声明公开了后，在野的保守党传出无共声音。党魁候选人之一的图根达特伊讲，谈判无符合英国的利益，讲这是可体的退让，和民邦活伫风险中。前选去摩里西斯甲萨塞克斯郡等地的岛民甲因的后代，对未来原来有无共看法？有的坚持回乡，有的是关心家己伫英国的权利甲地位，也有人认为无应该交由外人决定因的命运。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